高雄有一間油漆店，互民眾投訴，講因佇巷仔內設倉庫，佮放油漆、金蕉油等等熬導火的物件，可能會有危險。油漆店的頭家表示講，這巷仔是私人的土地，店面嘛攏有傳拍火管。因內市府是強調講，目前的法規無禁止油漆店設佇咧主題區，會閣釐清這危險物品敢有超過管制數量。貨車停佇咧巷仔內，工作人員甲拿一個大鐵桶搬起哩兩台貨車，有民眾上網投訴，講高雄南馬溪一間油漆行，佇金南路一條巷仔內兩間徛家設倉庫，內面放油漆、金蕉水，抑閣容易燃燒的甲苯這塊，擔心公共安全。烈日當下曬了1個多小時，因為油桶會有熱脹冷縮的聲音，它會冰冰的。說實在的，我們住在旁邊很膽戰心驚。就算今天是空桶的話，有機行可以保證說，裡面的殘餘量不會爆炸嗎？它都是易燃物。楊小姐講，業者甲載有甲苯鐵桶的貨車停佇咧巷仔內過岸，若發生火警真危險。閣定定搬貨，鐵桶過來過去，唔但妨礙交通，也插到厝邊。其實它沒有工廠在這裡，都沒有。工廠在臨摹一點，都不會探測。對厝邊的講法，業者暫時說講，這條巷仔是私人土地，伊家己有部分的持分，店面也攏傳滅火氣。因為甲苯的鐵桶是人可以拜託回收的空桶。廠房有沒有？他們那種有的油漆空那種大的油桶，他們油桶他沒地方放，就拜託我們去幫他們帶去回收。然後因為那種回收的爪子夾那個不能辦法夾。所以我們幫他帶去回收廠賣掉。雙方講法袂對同，不過油漆行家熬到無一個倉庫，到底是唔是人設佇咧主題區內面？高雄市督發局講，照這麼規定是無禁止。油漆行位於住宅區，依都市計劃法高雄市施行細則規定，未禁止做油漆販賣。對這項爭議，消防局講，業者到目前並無消防違規的記錄，因所設的滅火器加主體用的火災警報器也攏堪用，會閣派人去看因現場內面所藏的甲苯等危險物品，是毋是有達到管制量？記者綜合報道。